下晡2點半到3點，中部縣市進行城鎮輪成演習。今年是頭一屆加入行動網絡降速演練，有不少民眾發現講，這手機的速度確實有變慢，暫時無法度用網絡。雖然無啥關係，不過加載干那半點鐘。演習警報一響，真濟高鐵台中站的民眾發現，普通時手機網絡的速度怎麼規攏降來？明顯變慢了，很明顯變慢。對，差多少？幾乎圖片都跑不出來。現在有訊號，但是我連不到網絡沒有很穩定。所以就是要等到3點。應該是吧？對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。民眾講手機的網絡卡卡，就連要看圖也開袂開。2026城鎮輪成演習，7月到2點半到3點，佇中部縣市同步進行。有拄則落高鐵的民眾講，無法度上網有淡薄未關係。代替台中站也放送宣導，民眾講雖然未關係，也毋過好加在這個半點鐘。他們像台鐵會一直公布，會一直宣導說，就是先提前下載電子車票，對，然後行動支付，那就那半小時沒有用而已啊，我覺得還好。我覺得先把那個紙本先印下來，就是先買紙本的會比較方便。行動那個車票的話，可能怕會有問題，內閣還是什麼的，對。民眾講，今年是第一遍有這種網絡變慢的演習。因攏有提早退票，或者是用現金買票。台中市警方講，7月的演習只敢影響行動通訊，過網 WiFi 加傳統簡訊攏正常，保安系統也未受影響。原來我們2G 時代，我們使用的電話用號碼對號碼，我們做通訊，或者是家裡的電話對我們110、119的通訊完全不受影響。彰化市區這個停車場因為無收現金，就人趕佇演習進前把車駛出來，才袂掉佇咧內面。趕快溜，說趕快離開。對，還要趕快回公司。警報響的時陣，彰化火車站頭前還有人車3無章，和警方請去路邊等。因為佇雲林有民眾講，對演習平常心看待就好，已經做好準備。應該還是會受影響，不過對。沒有特別準備啦。除了通訊受到限制，外送平台也佇咧演習的前後暫時暫停中部地區接單的服務，並且配合備單。因若電子支付若受影響，就改做用現金交易。民眾講，會用配合也把影響降到上低。記者綜合報道。